佢覺得好似冇以前咁嘥時間，嘥少咗啲塞車啊、啲等車嗰啲時間。而家出邊有嘅嘢，呢度都有啦。佢覺得而家生活得好好啊，所有佢需要嘅嘢，佢都覺得有齊晒。我想了很久，在天空小鳥飛得多自由，到底它要往哪裏走？在這個轉動的地球，為何捨不得的總要放手？或者再過幾多年後，連懷念也都沒有。有人走遠，有人走近，又有人在等候。有人歡笑，有人哭了，又有什麼會不改變？有人相聚，有人分別，又有人在思念。看着一片茫茫天邊，我只想當一隻小鳥。為何仍然不想接受？再想着過去的朋友，選擇了離開還是逗留？或者你我只是虛構，在這樣古怪的宇宙，在這個悠閒的下晝，我仍然未想通透。有人走遠，有人走近，又有人在等候。有人歡笑，有人哭了，又有什麼會不改變？相聚，有人分別，又有人在思念。看着一片呆望天邊，我只想當一隻小鳥，一隻沒終點的